法庭裁定黎智英及蘋果日報相關3間公司罪名成立，確認黎智英利用蘋果日報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，危害國家安全。黎智英長期利用旗下媒體蘋果日報，肆意製造社會矛盾，挑撥社會對立，煽動仇恨，美化暴力，公然乞求外國制裁中國、制裁香港特區，招引外部干預。黎智英損害國家根本利益同香港市民福祉，其行可恥，其心歹毒。黎智英恣意妄為嘅罪行係喺眾目睽睽之下進行，證據確鑿。法庭嘅定罪判決彰顯咗法律嘅正義，維護咗香港嘅核心價值。法律從不容許任何職業或者背景嘅人假借人權、民主同自由之名，公然傷害自己嘅國家同埋同胞。香港特區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，會堅決打擊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同活動。香港係法治社會，特區政府有法必依，違者必究，執法必嚴。我哋會全力防範制止同埋懲治危害國家安全嘅活動同埋行為，履行呢個天經地義嘅責任。我強調，特區政府旗幟鮮明，司法機關理直氣壯，無懼任何威嚇，堅定履行維護國家安全嘅責任。